新北这边市长侯友宜陪因的立委廖先祥、张志伦，也有叶元之去投票。家人晓市长谢国良嘛，甲因的立委林派祥去投票。民进党秘书长林佑昌面对媒体访问，就讲投票是公民的权益。透早日头就出来，新北市政府的投票所出现排甲长路的人，国民党立委廖先祥透早出现伫投票所，伫新北市长侯友宜陪伴之下投关键的一票。那跟小朋友一起吃早餐，这段时间可能就比较没有尽到，一个家庭一份子的责任这样子。相关关心亲人的，也有国民党立委洪明凯，两摆立委大选投票日，拢带太太到庭投票，这摆也同款，到庭加入投票所完成民主一刻。那投完票之后，等下也跟宝贝们约好，就是中午要带他们出去吃饭，他们都很期待。新北市长侯友宜几日早起，前后出现伫国民党立委张志伦甲廖先祥、叶元之的选区，用行动力挺。叶元之小可哨声，看起来有点忝。昨天大概也是忙到很晚了。然后，我们没有想那么多了，反正就努力嘛。基隆市长谢国良透早也陪国民党立委林百祥投票，那杨省长拢震动起来。民进党秘书长林佑昌面对媒体访问，是讲投票是公平的权益。大家投票应该都很有经验了吧？对，这是公民的权利，然后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，就完成大家该做的事情。好天气吹出投票热度，投票结果安怎也将做观察政治气氛变化的重要指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